收看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带您听好歌。17岁的山歌小天后张新文，小学6年级他就拿下山歌比赛的全国冠军，同时他已经出版过客家童谣专辑。他希望透过演唱不同类型的客家歌曲，让更多人认识客家文化。茶鼓，茶鼓，用来赛跳跳那跑步步。学习客家童谣，一字一句慢慢听，慢慢学。她是客庄有名的山歌小天后张新文，才17岁，不止山歌唱得好，客家童谣也唱得很有味道，所以还出过客语童谣专辑。茶鼓。发音、咬字都很标准，因为他从小跟着妈妈参加山歌社团，听客家歌谣，而妈妈就像是他的小老师。身體健康，本己來照顧。甜美嘅色彩，團年夢想嘅未來。纠正發音，陪他練唱。媽媽說，新文從小就能歌善舞，發現他的天分，所以送他學舞，也特別請來教師教他唱客家歌。10個月就唱唱跳跳，對，就很會跳舞。你看，有在唱，他就跟着他。新文真的是媽媽的驕傲，看看牆上滿滿的獎杯，開啟他愛上客家歌曲的是小學3年級的山歌比賽。初賽的時候是100多個人，然後我就得第1名，就覺得還蠻刺激的。以前客家人很常在伯公廟前用山歌唱出對客家的情感，所以新文也很愛在伯公廟前練唱。6歲開始學山歌，媽媽從旁指導，又有老師教學，所以轉音的技巧很純熟，又有獨特的唱腔，難怪她會被稱為是山歌小天后。是蠻難的，而且要發那個音，有時候都會發不準。可是還是覺得很有趣嗎？對，還是很好玩。而且我唱國語歌會有客語的腔調。除了唱山歌，唱客家歌謠也是他的最愛，因為可以帶給大家歡樂。接下來，張新文說他會嘗試唱各種不同類型的客家歌曲，因為他認為音樂不分國界、不分族群，他希望透過演唱客家歌，讓更多人愛上客家。伯公廟前童聲朗朗，唱與媽媽的記憶，哼出獲獎的榮耀，跟着山歌小天后的節拍，愛上濃濃客家的感動時刻。